各位華夏大講堂嘅朋友，今日非常開心喺呢處咧同大家分享下我哋點樣通過詩詞朗誦嚟到建立文化自信。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呢一副對聯，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其實佢講俾我哋聽，除咗我哋讀書工作之餘，其實我哋要關心屋企人，關心同學，關心我哋嘅朋友，關心我哋國家嘅發展。我哋優秀嘅傳統文化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乜嘢叫做修身呢？其實智仁勇呢三者咧係非常重要嘅。智就係我哋嘅聰明才智，仁就係我哋嘅仁德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最後咧就係勇啦，就係我哋嘅堅定嘅意志。有咗修身，我哋就會家庭和睦相處，然後再進一步咧關心國家嘅發展、天下嘅大勢。我哋嘅詩歌就係將我哋內心嘅情志將佢表達出嚟嘅，所以我哋中國係有詩之國度嘅稱譽，數千年嚟咧係名家輩出嘅。詩詞呢一顆璀璨嘅明珠，閃耀住我哋華夏文明獨有嘅智慧結晶同埋審美特質。鏗鏘粵語嘅聲韻語調，通過會心嘅感悟，朗誦可以提高我哋嘅朗誦水平，可以咧提高我哋嘅語文水準，可以咧係進德修藝。喺古代咧，小朋友係要學詩、讀詩、解詩嘅，因為佢有培養品德情義、建立文化自信嘅功效。中國嘅詩詞係植根我哋嘅血脈，成為刷新中華文明嘅深層基因。詩詞係平面嘅，但係如果我哋將佢朗誦出嚟，佢就變成立體啦。因為朗誦係文學、歌唱、戲劇三種藝術嘅結合。點樣可以朗誦得好呢？譬如我哋睇下李白嘅《早發白帝城》，如果你只係將佢簡單咁讀一次，唔係咧能夠吸引到人嘅。咁我哋加入一啲朗誦嘅技巧，譬如停頓同埋相連，重音同埋輕音，速度同埋節奏，語氣同埋語調。除咗聲音技巧之外，我哋仲有戲劇方面，譬如眼神嘅運用、面部嘅表情、動作嘅配合，再加埋台風同埋儀態，我哋再去讀嘅時候咧，嗰個效果咧會好唔同嘅。大家睇下我呢一處咧，加入咗一啲朗誦嘅符號，有一啲係短頓，有一個大嘅三角形嗰個咧係長頓，有一啲係短言，有一啲個線長啲嘅嗰個叫做長言，有一啲咧係延連，將上一句延去下一句。咁我哋睇住呢啲朗誦技巧咧，將佢朗誦出嚟咧，就會有一種立體化嘅效果啦。咁我試下讀一次俾大家聽下。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相信咧大家都感受到裏邊我哋中國詩詞之美啦。其實詩詞唔係淨係要嚟欣賞嘅，裏邊佢蘊含咗好多品德情義。譬如我哋睇下木蘭辭，木蘭辭好似一個電影咁樣，一開始嘅時候一個織布機，一個女仔坐咗喺度，應該叱咤叱咤喺度織布嘅，但係我哋睇下，我哋係聽唔到機杼聲，
只係聽到一個女仔喺處嘆息。點解啊？即刻有個記者去訪問木蘭，點解你喺度諗緊乜嘢啊？點解咁多憂慮啊？原來木蘭就講出嚟啦。昨夜見軍帖，黑汗大點兵。軍書12卷，卷卷有夜明。最後木蘭諗咗一晚，決定願為市鞍馬，從此替夜征。從呢首詩，我哋感受到父女之愛。木蘭決定代父從軍。我哋睇到咧，古代呢種父女父子呢啲關係咧係好密切嘅。跟住我哋睇下兄弟又點樣咧？下邊有一首咧，王維9月9日憶山東兄弟，其中嘅第2句大家應該好熟悉啦。咁我哋睇下呢首詩講咩先？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我哋知道中國好重視人倫關係，中國人好重視家族呢啲嘅關係，所以喺春運期間，無論你喺邊度做嘢，都一定要翻鄉下過年。因為要翻去同父母、同家人、兄弟姊妹大家一齊見面。同樣中秋節、端午節、清明節一樣。而家就係重陽節啦。自己一個人喺外邊做嘢，而家咧獨在異鄉為異客。過年過節反而會諗起屋企人。咁呢度咧，我哋睇到兄弟之情。朋友嘅關係又點啊？呢一首王維嘅《渭城曲》，亦都叫做《陽關三疊》。我哋嘅朗誦除咗台詞誦，其實咧就仲有就係咧吟誦。呢一首咧送別詩，不如我哋用吟誦咧嚟讀一讀。渭城朝雨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真係咧，聽到咧有一種咧一嘆再三嘆陽關三疊呢一種咧嘅朋友之情。好啦，詩歌咧其實有時係會去勉勵我哋。好似我哋睇下杜甫呢一首《望岳》。杜甫喺24歲嘅時候咧，就登上泰山。所以咧，岱宗夫如何？呢個岱宗咧就係泰山啦。泰山喺邊咧？可能好多朋友都去過。就係咧齊魯而家山東呢一個嘅地方。咁我哋特別留意最後嗰兩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大家都聽過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哋應該從小就要立志，希望咧能夠做到一番嘅事業，為社會、為國家咧要作出貢獻。下邊咧，我哋又睇一首陳陶嘅《隴西行》，好似電影嘅蒙太奇一樣。一開始就係5000個士兵誓師出發，誓掃匈奴不顧身。氣勢非常高漲，但係一轉5000貂錦喪胡塵，跟住鏡頭一轉，大家睇到嘅係無定河，可憐無定河邊骨。呢啲河邊骨而家已經死去啦。但係其實佢哋喺佢哋嘅媽媽、喺佢哋嘅太太嘅心目中仲生存緊嘅。猶是春歸夢裏人。呢一種藝術嘅張力，一方面係無邊骨，一方面太太嘅思念。我哋可以睇到咧，中國詩詞嗰種嘅審美同埋嗰種嘅特質。
最後咧，我哋用一首文天祥嘅《過零丁洋》嚟到同大家咧係分享下。啊，點解揀呢一首咧？因為我哋香港有個宋皇台。啊，咁啊文天祥啊呢一處咧，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碎，身世沉浮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淚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事，留取丹心照汗青。啊，一種咧中國人呢一種嘅傲骨，呢一種嘅氣節啊，呢一種咧為國捐軀啊，呢一種嘅精神咧，真係咧係活靈活現嘅。清代顧炎武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啊，我哋嘅國家同我哋個人啊，冇國何以有家呢？啊，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最後啊，我咧就用張橫渠嘅4句説話咧嚟到同大家係共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啊，我哋都期望啊，我哋個人事業得到發展，國家可以繁榮昌盛，我哋見到世界大同。啊，咁我哋用呢處咧係同大家咧係共勉。多謝大家。